这几当来有一寡业者因为无想要承担废弃物处置的责任，所以因就来改变方式，去甲人租土地，也是讲这个仓库，甲因的废弃物等伫遐了后，人就随走去。尤其这2天，这款形式的犯罪手路是占50%，互厝头家头壳是真痛，因为着爱开上无5000万来处理这的废弃物。工厂内底毋是生产机区甲设备，是堆满废弃物。台中后里一搭公墓边啊一间工厂，堆满太空包甲硬件废弃物。面积是15000平方公尺。好佳在检警破案，以上6个人，台南关庙毛地主甲厂房租互人。了后，稍发现厂房变成粪扫场，全部拢是连阿鲁米的集成灰等有毒的塑化废弃物。这是这几年新的环保犯罪形态。黑心业者拢会第时间等了后消失无踪。弃置的这个行为他们的速度都非常的快，可能都在很短的1-2个星期之内就弃置完毕的，那就逃之夭夭了。虽然多数周围人拢讲唔知影，但如果当废弃物的污染行为人落跑，责任就落伫土地或者是工厂所有人，嘛就是周围人头壳顶，真歹伊唔知影来推卸责任，甚至爱负担天价的清除处理费用。处理那边我们有发现一个案例啦，弃置了大量的废弃物，超过了350吨，要清理的费用高达5000万。周围人趁租金租了无去看，互黑心业者非法恶白蛋趁大钱的机会，家己最后使受烂打。环管署呼吁应该好好选租的对象，佮有确认租的用途，租了后嘛要加强巡视，才有可能来防范假承租真正在恶白蛋的行为。记者林文吴家宝台北报道。